今仔日上市的拢总有140外位外国贵宾来参加典礼，包括土瓦鲁、圣卢西亚、帛琉和美国众议员的访问团。另外，罗总统嘛款待日本国会友台团体入华困，希望日本首相就泡沫就任了后，咱的关系会当更较定道。甲土瓦鲁国总理戴维里昂某阿丘蒂希总统罗清德甲夫人伫上述国庆接受友邦圣文森、格瑞纳丁、圣卢西亚、波留丁140个外宾庆贺。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莱斯克甲罗总统艾萨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平也到场等现代美升旗。日本前参议长山东昭子率领日本国会跨党派友台团体入华庆，有5个人来台湾，其中参议员龙坡宏文，阁是台湾竞赛承诺缔造深化日台关系。罗总统也对请日本访问团食中到等致辞时强调，但是无论面临喜事或者是天灾地变拢做伙，希望伫日本首相就泡沫的领导之下，代志前期搁较安。请代表台湾，代替台湾，跟岸田文雄首相跟他的团队表示感谢，感谢在他任内对台湾强而有力的支持。代为祝福石破茂首相，祝福日本在石破茂首相的领导之下，国运昌隆，百业兴隆，人民幸福。これからも必ず台湾との友情を一層深め、そして共にインド太平洋地域全体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に尽力していきたい、そのような思いを新たにし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针对罗总统国庆讲话，山东昭子表示，罗总统为国家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日本参议员和田正总是肯定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认为美日台三方已经到爱思考丰富合作阶段，应对中国威胁。记者综合报道。